日前，主計總署預估今年嘅經濟成長率只有1.56%，面臨保一嘅困境。再加上近期中國大陸經濟嚴重衰退，即將喺下個月公佈嘅出口數據恐怕依舊唔樂觀。財政部長張勝和透露，8月份嘅出口金額好難由負轉正，連續7個月負成長嘅機率相當之高。台灣出口拉警報，財政部長張勝和預告8月出口金額數字唔樂觀，雖然仲剩返幾日先至結算，不過佢暗示負成長嘅機率相當之高。第三季出口旺季唔旺，甚至嚴重衰退。由今年2月開始，出口金額一路向下跌，最嚴重6月嘅時候，出口年增率係負13.9%， 7月亦都嚟到負11.9%。預計下個月7號公佈嘅出口數字，預估亦係2位數嘅負成長，其中又以外銷為主嘅電子業同石化產業衝擊最大。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咁落，石化業出口首當其衝，加上近期中國大陸經濟落底，紅色供應鏈崛起，台灣出口產業面臨夾殺，短期之內難以復甦。展望下半年，中經院樂觀表示，第四季有聖誕消費旺季拉抬，加上舊年第四季油價已經開始下滑 ，GDP 嘅數字原本就差。由於基期低嘅關係，10月之後出口有機會逐漸好轉。